继续要来讲台湾的核能发电是不是应该继续？中央研究院的前院长李婉鑫讲，伊支持核适董事长董子贤拥护着核能的立场。李婉鑫讲，民进党非核加恒的时间要延后，目前台湾也是需要核能的。当行政院的副院长第二军话讲，绿电的发电量已经超过核电，台湾永远袂欠电。核适的董事长董子贤的回击，绿电毋是用来取代核能，将核能当作是对手，是无毋对方向。前中研院长李婉鑫说伫这个时阵徛出来表态，讲伊停核能，不能继续排放温室气体，因为人类真的会面临灭绝的问题。核能虽然有它的危险的地方，但是呢，还是比面对人类地球上灭绝，还是一个好的选项。前中研院长李婉鑫曾接受广播专访的时阵，挺核能的态度是大真硬，因为2030碳排无减半，2050零碳排根本无可能。伊讲赖总统毋是无了解，也毋过身躯边有真济压力。伊更加讲，赖总统邀请伊担任气候委员会顾问，但是希望用科学界角度，让台湾更加重视气候的变迁。核商厂尽可能的延后除役，那么50年之后，我们应该有机会达到非核家园。伫咧到底敢要支持核能的吵闹声中，李冠泰搁再跳出来挺核电，嘛互环保团体真不满。以别的国家来讲，我们这样的地质条件根本就不会容许盖核电厂，所以我们发生核子事故的那个几率是比别的国家还要来得高。双方拢有家己的顾虑，应续发电暂时也无结果。到底是非核不可，也是非核加恒，还佫有通湾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